早晨，咁多位老友記，早晨啊！我係鄧添立，我係袁婉玉。逢星期二香港暖流有埋嚟介紹翻，考下你啦。上個星期嘅埋嚟介紹翻當中咧，就分享咗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嘅，記唔記得啊？冇錯，就係講緊水務署咧60週年嘅慶祝活動啦。喺上個星期咧，我哋認識咗，點解我哋有咁好嘅水資源咧？整個東江水嘅供港系統建設遇到啲咩困難咧？我哋都知道咗好多喎。係啊，哇！真係如果唔係 Gary 同我哋分享咧，我都唔知道當年原來喺制水等等嘅情況之下，實在係好唔容易嘅。咁上次咧，我哋預告咗少少啦，東江水供港60週年有一系列嘅慶祝活動嘅，包括就係向一班嘅小學生、中學生去到推廣水資源嘅重要性。咁啊，好羨慕佢哋啊，仲有機會咧可以親身去到檢測一下東江水嘅水質啦，甚至乎睇下啲嘅水利工程嘅。咁我哋今日咧會繼續同大家介紹下其他不同嘅慶祝活動。埋嚟介紹翻，埋嚟介紹翻喺樂仔同埋小旭身邊咧，繼續有水務署助理署長發展葉家俊先生 Gary 你好。歡迎 Gary。你好。係啊，多謝晒上次啦，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啊，今次又要麻煩你啦，繼續同我哋去到認識一下不同嘅東江水供港60週年慶祝活動啦。咁我知道咧，其實咧當中有一個打卡挑戰嘅，咩係打卡咧，小旭？我估啊，係咪有啲裝置可以影下相咧？咁我哋都要麻煩 Gary 同我哋分享下啦。其實東江水打卡挑戰咧係佢哋鼓勵緊啲咩訊息㗎？嗱，其實咧我哋嘅活動咧係包羅萬有嘅。我哋希望咧對於廣大市民咧，包括一家大細啊、運動啊、遠足愛好者啊，亦都可以有機會去參加到我哋嘅活動嘅。咁正正呢個打卡挑戰咧，其實咧就希望鼓勵市民咧去近距離接觸我哋多個與東江水相關嘅一啲水務嘅設施。咁啊，包括有一啲上水東江水嘅供水輸水管啦，船灣淡水湖啊、大欖涌水塘啊、萬宜水庫啊、我哋天水圍嘅水資源教育中心啊，甚至乎深圳水庫咧，我都希望咧鼓勵佢哋咧去睇下嘅。咁從而咧提升佢哋對於呢個東江水輸水系統嘅認識，亦都藉此咧宣揚飲水思源呢個信息，呢個非常之重要啦。咁其中咧最有趣咧就係我哋喺上水嗰個東江水輸水管咧，特別佈置咗一啲將佈置成一啲竹子啦，亦都裝上生動可愛嘅大熊貓，同我哋嗰個水務署滴色仔咧大熊貓造型裝置咧一齊咧去吸引市民咧去到場打卡。咁亦都為做咗一啲東江水60週年嘅特製嘅一啲限量版嘅紀念品，可以送俾市民嘅。哇！我都好想同滴色仔合照嘅，因為我自己好中意滴色仔，好可愛嘅，我覺得呢一個吉祥物係。咁啊，打卡你最叻啦，小玉。咁啊，到時咧就可以約埋你朋友啊，咁一齊去啦。影下靚相，影下靚相啦，仲可以擺上社交媒體添啊。係啊，其實講咗咁耐咧，其實除咗有得玩之外，了解背後嘅嗰個慳水嘅原因，了解水資源嘅重要性咧，係重中之重啊！其實近年嚟咧，成日都聽到人哋講一句説話嘅，就係全球暖化，一啲全球氣候嘅變化。咁啊，面對住呢一個局勢，要問下 Gary 啦，請教下啦。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到應對呢個水資源嘅問題同挑戰呢？係啊，其實咧，全世界咧，其實本身淡水資源咧係非常之珍貴嘅。咁咧，其實地球上大部分咧都係海水嚟嘅，咁淡水資源咧只有2.5% 咁多嘅啫。咁啊，其實好多地方咧都面對住咧缺水嘅問題嘅。咁而且咧喺全球氣候變化影響之下咧，其實近年大家都聽到好多時聽到一啲旱情嘅出現。咁例如喺2023年啦，巴西亞馬遜嗰個雨林咧係發生一個8年1遇嘅大旱啦。咁啊，2022年歐洲亦都發生500年最嚴重嘅一個旱災。咁而作為香港即係食水最主要供應來源地啦東江流域咧喺2021年咧亦都經歷過60年1遇嘅旱情嘅。咁好彩喺香港喺國家嘅支持之下咧，即使喺嚴重嘅旱情之下咧，仍然獲得一個穩定嘅東江水供應嘅。咁儘管係咁咧，大家都必須要咧去意識到咧氣候變化已經係迫在眉睫嘅，對呢個水資源咧係構成一個好嚴重嘅威脅。咁而且咧食水嘅處理過程其實係相當複雜嘅，而水嘅運送過程亦都會消耗能源啦。咁所以咧珍貴食水真係實在得來不易嘅，我哋應該珍惜每一點每一滴嘅。
咁政府同市民咧喺節約用水方面嘅合作咧，真係唔可以缺少。咁我哋水務署多年嚟咧都推行各項咧宣傳同推廣嘅活動同埋措施啦，去推動節約用水。咁希望市民能夠咧一齊配合，可以喺屋企啊或者工作嘅地方咧一齊去節省呢個用水。咁其實咧，我哋日常生活嘅習慣咧，其實咧少少嘅改變咧，已經可以有好大嘅幫助㗎啦。少少嘅變化，但係可能已經節約咗好多嘅水啊。咁但係其實咧，有時候大家可能佢哋真係想慳水，但係佢哋未必知個方法。咁究竟有啲咩嘅方法可以提升到大家嘅意識？會唔會有啲嘅教育中心，又或者係有一啲嘅簡單嘅物品，其實已經能夠幫到一班市民啊？咁為咗提高咧市民節約用水嘅意識咧，我哋水務署多年嚟咧推行咗好多唔同嘅宣傳活動嘅。包括我哋喺學校咧推行呢個節約用水嘅教育啦，去教育翻啲年輕一代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天水圍我哋嗰個水資源教育中心就做咗好多嘅展覽嘅，亦都好多互動嘅遊戲，咁從而咧向公眾咧去推廣節約用水。咁我哋仲有一啲服務就係包括咧就係向一啲住宅用戶派發或者安裝一啲水龍頭同花灑頭嘅一啲節流器減少用水嘅。咁亦都推行緊一個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咁鼓勵市民咧去用一啲比較高用水效益嘅一啲裝置同用水器具嘅，從而慳到水啦。咁仲有咧，我哋經常咧去支持同埋同一啲由一啲非政府組織啊同埋環保團體咧舉辦嘅一啲活動亦都係推廣節約用水嘅。咁而喺工商業用水方面咧，我哋水務署亦都咧舉辦咗呢個雙浴惜水運動。為工商界咧去創建一個協作嘅平台啦，去推行各種措施咧去提升用水效益嘅。希望咧全民一齊同政府一齊去珍惜食水咁樣。係啱啱都聽到咧，即係水務署咧過去做咗咁多工作咧，去鼓勵大家節約用水。我都知道咧喺咁多工作上面，其實都取得一番嘅成就㗎喎。係啦，為咗加強宣傳咧，我哋水務署特別就喺2024年嘅2月咧推出咗新一輪嘅慳水運動，我哋叫佢做不缺水的未來由你開始。咁我哋包括咧就推出咗一個慳水主題曲啦，可能大家喺網上平台都聽過㗎啦。咁另外播放一啲新嘅政府嘅宣傳片啊，亦都舉辦社交媒體挑戰同埋慳水嘉年華等等。咁咧亦都獲得市民踴躍嘅參加嘅。咁譬如咧，我哋嗰個社交媒體挑戰嘅短片咧，嗰個總瀏覽人次咧超過300萬咁多。咁另外我哋舉辦嗰個知慳識水嘉年華咧，亦都有2萬個市民咧曾經到訪嘅。咁喺咁多嘅攻勢之下咧，我哋睇到咧，我哋香港住宅每日嘅人均食水用量咧，已經由疫情嘅時候嘅高峰咧下降咗12%。咁而家已經回復到去疫情前嘅水平㗎啦。咁所顯示咧，我哋多方面嘅工作咧係有一定嘅成效嘅。即係證明咗過往嘅推廣工作等等咧，真係能夠落到去我哋市民嘅耳邊。咁大家亦都有身體力行嚇。咁無論工商好啦、政府好、市民大眾都好，一人出多一分力咧，相信水資源咧就能夠得到保護同埋被善用㗎。咁陣間咧翻到嚟咧，我哋仲有下一節，我哋繼續去到認識下我哋香港嘅水資源啦。賣嚟介紹翻嚟賣嚟介紹翻，有鄧添樂同埋阮玉，仲有水務署助理署長發展葉家俊先生 Gary 喺度，你好，你好，好啊！咁跟住咧，我哋要認識一隊非常之厲害嘅隊伍啊，因為佢個名實在太勁啦，係叫做慳水特工隊啊！係啊，慳水特工隊呢個計劃咧，係點樣能夠幫到一啲用水量高嘅客戶能夠節約用水咧？好勁喎！呢一個名。係啊，咁因為咧，其實水務署根據我哋嘅大數據分析咧，我哋留意到咧，香港嘅整體用水量咧有一個特別嘅情況，我哋叫做長尾嘅形態啊。咩意思咧？就係因為我哋由於咧有現時香港有1%嘅住宅用戶咧，佢用水量咧就佔全港住宅用戶嘅15%啊。
即係1% 嘅用戶係用咗15% 嘅水。哇！你好嘥水喎。咁呢一群嘅用戶咧，個用水量咧比一般嘅用戶高出咗好多嘅，所以有條長尾喺度。咁為咗進一步推廣呢個節約用水啦，我哋就委託咗香港大學，就幫我哋咧喺今年嘅2月至到出年年初咧，就推行呢個慳水特工隊嘅計劃，希望向呢一班咧高用水量嘅用戶咧，去提供一啲節水嘅建議啦。咁係期望喺今年內咧可以即係減到50萬立方米嘅用水嘅。咁即係幾多咧？就等於200個奧林匹克標準泳池咁多嘅水量嘅。咁個計劃係點樣做嘅咧？其實就係香港大學幫我哋去揾一啲高用水量嘅特選客戶啦，係幫佢哋喺現有水錶上額外加多個智能裝置，就係一啲高剖析度嘅智能裝置。咁咧透過人工嘅智能科技咧，可以分析到呢一個處所裏邊用水嘅情況，咁揾出咧點解佢哋會用咁多水咧？佢原因喺邊度咧？咁幫佢哋度身訂做一啲節水嘅建議啦，同埋睇下冇一啲潛在一啲漏水嘅情況嘅。咁希望幫佢哋去慳到水咧，亦都幫佢哋慳到水費。係啊，不過咧節約用水咧都唔單止係呢啲高用水量嘅用戶先要做噶嘛。其實我哋日常生活中同埋每一個市民都應該出一分力嘅喎。咁其實咧喺水務署咧，你哋會點樣鼓勵我哋平時嘅市民啦，喺日常生活咧都盡量要節約用水咧？係啦，我都想喺呢度咧就分享一啲慳水嘅 tips，其實好簡單啫，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做到嘅。咁譬如話咧，每日咧，其實用水量超過一半咧，都係講緊沖涼嘅。咁所以咧，我哋用花灑沖涼嘅時候咧，我哋只要沖少1分鐘，就可以慳到10公升嘅水。咁啊，呢個水量咧係等於咧每個人咧每日用水量嘅7% 咁多㗎啦。咁所以咧對節用水係好有幫助。記住，沖少1分鐘涼，1分鐘啫，1分鐘大幫助啦。係因為咧特別啦，我見到有啲朋友啦，咁一沖可能半個鐘，9個字，其實同埋有時天氣凍咗咧，我有時都沖耐咗咯，好凍啊！會嘅，咁但係記住啦，真係1分鐘啫，係啦，慳1分鐘已經能夠慳到好多水㗎啦，係啦，仲要可以慳埋電添。係喎，一舉兩得啊！咁第二咧就係話，我哋亦都應該咧選擇一啲高用水效益嘅器具啦。咁譬如我哋推出咗一個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大家只要買呢啲用水器具，水龍頭、花灑頭手咧，認住第1級同第2級，就係買呢兩隻嘅用具，咁就可以幫到我哋慳水啦。咁另外咧，有啲人可能即係煮飯嘅時候咧，或者一啲廚師嘅時候，喺廚房煮餸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冇留意一樣嘢，其實咧解凍咧其實都好嘥水嘅會，因為有啲人有個習慣就係攞啲食物咧用水去沖嚟解凍。其實我建議咧就係應該早一晚就將佢拎出嚟，或者擺落去擺翻去雪櫃嗰格嗰度，就唔好擺冰箱。咁咧就提早去解凍，咁亦都唔需要用啲水去幫佢解凍。好彩呢一點我有做到啫，因為平時我就係將冰格早一晚放落下一格，咁瞓醒之後第二朝再攞出嚟咧，咁就已經溶咗唔少水㗎啦。咁我咧就係擺喺室温度，我都係用時間慢慢咁解凍嘅。好彩我都冇中到呢個陷阱啦。好彩我哋都有條件成為慳水達人啊！仲有咧就係洗衫啦。咁咧洗衫，如果咧我哋將一機衫集齊一次過洗，就唔好1-2件就洗一次。咁呢個亦都可以幫到我慳好多水啦。咁同埋如果發現水龍頭啊或者水喉咧有漏水嘅情況咧，應該盡快揾師傅修理嚇。咁呢啲水咧全部咧都可以慳翻嚟嘅。所以咧，每人從生活咧一點一滴做起，我哋咧都能夠成為呢個慳水達人啊！嚇，咁啊差唔多嚟到尾聲嘅時間啦，都好想咧繼續問下 Gary 就係啦。咁啊60週年嘅慶祝活動，林林總總、形形色色，都好受歡迎啊！你自己點睇呢個活動嘅效果同埋嗰個影響咧？自己啲咩睇法咧？嗱，我哋咧睇到咧，直至而家咧所進行嘅活動咧，都受到公眾嘅高度關注啦，同埋熱烈嘅歡迎嘅。亦都確實提高到佢哋咧對於東江水嘅認識，同埋了解到咧國家咧對香港嘅長期嘅支持同埋關顧嘅。咁但係咧好戲仍然喺後頭嘅。水務署正在咧係密鑼緊鼓咧，就係籌備緊多項嘅大型紀念活動，包括咧東江水供港60週年嘅紀念典禮啦，國際水務領袖高峰論壇，同埋一啲大型裝置藝術展等等。咁呢啲活動咧陸陸續續會繼續推出。期望咧將呢啲慶祝活動咧推向高峰，讓社會各界嘅市民咧都感受到熾熱嘅歡樂氣氛嘅。
咁我相信咧，當大家咧意識到東江水係咁重要同埋咁珍貴嘅時候咧，亦都有助於佢哋咧鼓勵佢哋去節約用水嘅。係。係咁，你啱啱話到啦，好戲在後頭。咁我相信咧，繼續密切留意住水務署網站啊，或者社交媒體咧，會知道佢哋喺3月至到7月林林種種嘅活動，大家記住要參與喎。係啊，我自己咧特別對於打卡啊、大型藝術裝置啊嗰啲好有興趣，同埋我覺得咧有一個方法嘅，就係頭先咧 Gary 好好啦，分享咗一啲慳水嘅資訊啦。我哋可以攞張紙，即係寫低，然之後咧黐喺個雪櫃面頭。係啊，即係提醒自己。係啦，有啲咩秘訣啦？係啦，喺生活當中去到溫馨提醒一下自己嚇。起碼今晚可以試下沖涼少1分鐘先，試下先。好啊。1分鐘，其實多啲都得嘅，就唔係話淨係1分鐘。快啲咯，係。係同埋咁，我相信喺節約用水嗰方面一定係越多越好嘅。嗱，你分半鐘啦。係，好。我試1分鐘先。下星期再換埋嗰個花灑頭先。係，然之後就唔好食咁多凍，咪可以食凍肉，但係要用一個適當嘅即係解凍方法啦嚇。嚟到尾聲啦，咁我都好想咧問下 Gary 就係對於未來嘅睇法，即係其實大家咧都好驚嘅，有時會假如有一日香港真係冇咗水資源，一啲咁珍貴嘅食水啊等等之類，或者旱情啊，會點樣咧？咁對於未來嘅水資源管理啦，同埋嗰個節約用水嘅工作方面，有啲咩嘅展望，同埋有啲咩嘅建議咧？係咁啊，水務署一直咧推行一個叫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係確保香港嘅供水穩定啦，同埋支持香港嘅長期發展嘅。咁呢個策略其中嘅重點就係先節後增嘅。咁我哋必須要先做好節約用水嘅工作。並且咧管理好失水嘅情況，即係要減少一啲水管流水啦。咁所以我哋咧會利用更多嘅科技去協助我哋咧去做好呢方面工作，令到咧我哋更有效去運用而家我哋嘅水資源嘅。咁另外咧，為咗滿足將來嗰個用水需求嘅增長，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會好多大型嘅發展啦、產業嘅升級啦。我哋咧而家亦都會開拓一啲新嘅水資源嘅，譬如話我哋會利用循環再用水啊，去做一啲沖廁或者一啲非飲用嘅用途啦，亦會咧適時咧去增加啲淡水供應，去滿足咧呢啲用水需求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哋咧一定會去對於呢個水資源咧一定會做好呢個管理嘅工作嘅。聽到 Gary 咁講之後咧，我心就安樂晒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都繼續鼓勵我哋收音機同埋電視機旁邊嘅每一位男女老幼都好啦，慳水嗰方面咧，其實係冇分嘅。大家都不遺餘力嘅話，相信咧水資源咧就能夠更加被善用啦，同埋更加分享到嗰個珍惜嘅資訊啦。我翻到去咧都會同我啲外甥去到講下，因為平時見佢哋有時洗手咧會玩水，沖好耐，係沖好耐。我每次都會去制止佢，我話其實你洗完㗎咯喎，你嘅手係唔使洗咁耐㗎喎，要珍惜用水喎。係啊，要珍惜用水啊嚇！再一次多謝晒 Gary 上到嚟我哋MyRadio介紹翻，同我哋介紹咗咁多非常之有意思嘅活動同埋資訊，多謝晒，多謝。係期待下次 Gary 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啊！